狄志遠議員。主席，融合教育咧係體現到係有教無類。咁亦都睇到政府喺過去10多年咧喺資源啊、培訓啊同埋有關措施咧都係做咗好多功夫。但係亦都有家長反映咧，就係融合教育咧係一種有形就無實嘅情況。因為而家咧就校本為主啊嘛。咁想問一問政府咧，究竟點樣確保我哋學校咧係做到即係真係幫到學生？譬如話，我哋係咪要求每個學校對學生咧、特殊學生咧都有嗰個個別學習嘅計劃 （individual care plan） 啦？第二就係佢係咪可以咧係善用個社區資源，除咗學校資源，仲有社區資源能夠幫到學生啦？咁特別係家長方面咧，係有冇提升佢嗰個教育個效能？咁最後嘅當然佢要離校之後嗰個跟進工作啦。咁教育局點樣去確保呢幾件事情咧，能夠喺每個學生咧係發生，從而達到咧係有形有實嘅咧？局長。多謝主席。就住狄議員嘅提問咧，我哋喺普通學校係用一個全校參與嘅模式啦，當中包括及早識別、及早支援、全校參與、家校合作、跨界別協作呢5個基本原則。咁當然亦都包括剛才狄議員有講到喺家長嗰方面嘅同學校嘅合作嚇，其實都確實係要大家一起去推動，喺唔同嘅界別嘅專業人士咧係一齊去幫我哋有特殊教育需要嘅同學。咁我哋教育局除咗係為學校去發放常規嘅資助之外咧，亦都有不斷係有一啲專業嘅支援啦，以及係教師培訓，特別咧亦都有係推動學校同一啲非政府嘅機構咧係做一啲多元嘅模式嘅協作，咁希望咧係加強學校對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嘅支援咁樣。咁其實喺過去呢幾年咧，我哋都有不同嘅一啲優化嘅措施，亦都做咗，包括係即係改善咗校本心理學家嘅比例啦，亦都咧喺嗰個學習支援津貼嗰方面，亦都為學校係提供額外嘅常額教席，以及咧係提升學校裏邊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嘅職級，以及係開設校本言語治療師職位等等，呢一系列嘅措施，正正都係反映咗政府對於即係 SEN 同學嗰個重視。咁當然啦，學校裏邊多咗一啲人手，多咗專業人士去做支援嘅同時咧，我哋都係都一直都係覺得頭先講到家長教育嗰方面嘅工作係重要，咁所以咧繼續會透過譬如我哋正向家長運動啦，或者我哋家長戰 net 嘅網頁啦，去發放多啲相關嘅資訊咧，希望可以做到咧家校合作，亦都家校同心。多謝主席。